阿嫂哎，我不用他嘞。叔叔嘞，对好。啊，哥哥啥用场了？阿哥已经娶他家父年夫嘞。不用快在，快上面人家们喂喂喂样来在。一家兄长年轻丧命，抛下了我这孤儿寡母的，岂能不叫我伤心落泪的呢？阿嫂哎，人家死他嘞，死人还能回来过过人多进来。叔叔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啥个意思啊？阿哥死他嘞，怎么能过分我嘞？你怎能说出这样的话？我是你嫂嫂呀！阿嫂，哎呀，阿嫂啊！阿哥临死了托付，有好好来照顾。寡妇们尽是非多，趁早与我来推呀小手将啊好礼物，千金为少把话说，为少生来命中苦，义兄早已病无辜，母子两人受尽苦，实指望小叔能早一步，想不到你今日江湖来起舞，深深我要与我佩服，一道是长沙苦为母，怎对得起黄金路上的亲姑姑？阿嫂侬美貌是上路，小嫂越看越好走，说是能与侬配夫妇，我少话说你也辛苦啊！万金一生情苦，孤苦伶仃为吃呀妇，三菜茶饭来下肚，四季三不上补，你实是与我配夫，要爱他生前生为生难做，我的为人你最清楚，一条是为啥要在对，我得我了好听了，啥话？表示阿嫂是谁口的？跟侬是我阿嫂，不是我拉妈。你个张少为母，张少为母，我侬养够了。阿哥讨侬个辰光，同龄人子我大哥厂里人，我拉阿母娘阿伯家家人，慢慢叫，把侬阿哥老婆讨进去，把侬我再去讨老婆。搿同龄人子讨来，把侬讨进来，搿对面个阿哥死脱来，搿侬不我过不说人去，侬得我看。你不要我说不到，我就是要嫁人，我也不会嫁给你。啥话？要嫁人也不肯嫁给我，我阿里退班了。侬我寡妇嘞，我养不养后生嘞？阿嫂哎，你不要说快走吧，慢慢叫，人家来听我，哪个等我不拉草，哪个小手不拉票手？阿嫂，房间里还有只有我等两家人，阿嫂学堂到此去噻，来，同谁在啊？阿嫂，来。
我明朝不能马他买几元点去。